19世紀末嘅一日，澳門聖魯寧座堂前嘅豐順堂街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富商盧九嘅怡安公司開張致慶，各路官紳紛紛前來道賀，個個都想爭先目睹呢一間號稱集嫖賭飲蕩吹於一身嘅燒金鍋到底有幾豪。冇幾耐，怡安公司遷址到福隆新巷。根據記載，公司華堂瓊苑軒堂麗色，係達官貴人、豪商富紳召妓有商、徵歌選勝、呼勞喝志、尋歡作樂之所，所以怡安公司又被叫做官紳俱樂部。福隆新巷被人稱為怡安街。澳門當時妓仔、煙館、賭檔到處都有，但係集其大全者，怡安公司應該係開埠以嚟嘅第一間。包括當時嘅澳葡政府嘅主要官員甚至總督，同埋廣東省嘅當時嘅官員，前山我哋叫做前山嗰度嘅官員落嚟澳門都要到怡安公司叫做接風。盧九到底係何方神聖？點解佢有咁嘅財力開呢一間紙醉金迷嘅娛樂公司？盧九原本叫做盧華少，出生於廣東新會。1857年嚟到澳門，創立寶恒銀號，從事錢銀找換。真正令佢成為澳門首屈一指嘅富商嘅，係佢插手鴉片生意同賭館，後來仲幾乎壟斷咗澳門嘅白鴿票買賣，堪稱澳門嘅第一代賭王。嗰時咧就係每一個家族，同埋包括陳六家族何貴家族呢啲叫做都係當時嘅一個賭王。但係真正嚟講咧，從嗰個賭博嘅嗰個種類、參與嘅種類，同埋一個參與嘅時間係冇一個家族比得上盧九。18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嘅海上霸權地位被取代，澳門政府賴以生存嘅海上私銀之路冇辦法提供足夠嘅稅收，賭稅就逐漸成為澳門最重要嘅稅入啦。1847年，葡國政府宣布澳門賭博合法化。當時澳門嘅賭業主要係中國傳統嘅色賭、山票、鋪票、字花、字膽、白鴿票同埋番攤等等，其中以番攤最為風行。據清代名士鄭觀應喺《盛世危言》嘅記載，澳門19世紀60、70年代嘅番攤多達200幾間。但係澳門係好早賣豬仔，咁賣豬仔咧，佢嚟到澳門嘅地方，咁咧好多係農村嚟㗎，嚟到呢度，佢帶嘅錢又唔好夠或者佢嚟到澳門嘅地方又無聊咁鄉下已經有賭嘅玩意玩啦，咁嚟到咪賭咯，賭玩下輸咗一本點咁向高利貸啦。向嗰啲大耳窿借錢咁同大耳窿借錢，咁佢晚清期間，中國內地有人以猜科舉考場、圍場考試入選者嘅姓圍賭，以猜中多寡定輸贏，稱為圍勝。由於當時朝廷軍餉嚴重不足，開賭可以增加稅收，所以對各地開賭隻眼開隻眼閉。盧九亦因此想省成投賭。佢花巨資投得喺廣州開賭圍勝8年嘅牌照，但係3年幾之後，皇上又下旨禁賭啦。甚至做咗03年08個月，
就做得好艱難，做得好艱難，因為佢不時嘅有好多嘅費用要預先要墊資，咁就加埋咧，就俾咗叫做當時嘅總督當時嘅廣東嘅政府係超過200幾萬。盧九向當時嘅兩廣總督岑春煊提出，既然朝廷禁賭，我原來預支俾政府嘅費用係咪應該退翻呢？岑春煊咧就同意只要你能夠按時嘅按照要求嚟做嘅話咧，我哋適當嘅時候我哋去俾翻你嘅。所以盧九大有一啲希望但後尾咧一直過咗好長時間咧，呢筆錢就提都唔提啦，冇啦。岑春煊唔肯退錢俾盧九，仲有個原因係盧九涉嫌包庇當時嘅廣東貪官。當時南海嘅縣令咧叫做裴景福嘅，佢就因為貪污，有貪污就俾陳春煊咧叫做拉到捉到，運喺一個地方，但係冇幾耐咧走甩咗，去咗邊度？澳門。根據岑春煊了解，裴景福同盧九係朋友，裴嘅逃脫，盧九出咗好大力氣。裴景福去咗澳門之後，盧九又游說澳葡政府容留裴景福，岑春煊為此對盧九極為不滿。盧九當時已經加入葡籍，佢以葡商嘅名義通過葡國政府同岑春煊交涉。岑春煊回覆葡國政府話，盧九以監生盧華少之名報捐鹽運使職銜，自稱新會人，造冊報有案，是該商羽奉准入貴國籍之後，又已棄去。復為華民，按照公法，即不能再作貴國人民看待。所以咧，佢叫做經過呢個小偉城廣東嘅小偉城嘅參賭，同埋呢個裴景福嘅事件咧，佢喺名譽上喺商譽上應該講受到好大嘅打擊。去廣州投賭嘅資金，多數都係盧九向外貸得，經此一役，令佢元氣大傷，身心交瘁。1907年，盧九喺家中自縊身亡。盧九子女眾多，長子盧廉若承繼父業，經營煙賭錢莊，成績斐然，成為澳門嘅首富，被華人稱為澳門皇帝。佢喺農田村購買咗大幅農田，喺1904年大興土木，興建魚園，陸陸續續建咗21年先至完成。魚園建成之後，被人稱為盧園，又或者係盧廉若花園。呢個具有蘇州園林風韻嘅花園，佔地廣闊。後來盧家境況逐漸凋敝嘅時候，被分割易手。而家作為市政花園嘅盧園，其實只係其中一部分。由於朝廷多次下令禁賭，廣東賭商就紛紛轉嚟澳門，令澳門賭博更為蓬勃。歐洲摩洛哥嘅蒙地卡羅，因為1863年開設第一間 casino 而聞名於世。澳門則因為賭博林立，政府需要依賴賭稅維持運作，而被稱為東方嘅蒙地卡羅。當時澳門並未實行賭博專營，賭場賭檔各有各做，政府花好多人力喺稅收上，但係依然有好多疏漏。1930年，全澳實行賭博專營。豪興公司以1年交80萬澳門元賭響開價，投得呢一個賭牌，但係只係做咗6年。續牌嘅時候，豪興公司被太興公司擊敗。1937年呢，就由新一代嘅賭王，亦即係大家都好熟嘅傅老榕或者傅德任，就同當時呢，就喺香港澳門最有名嘅開當鋪嘅當鋪大王高可寧兩個就合股就組咗一間叫太興娛樂有限公司。咁佢哋出嘅價錢就比較貴啦，佢哋係出每年呢個賭響180萬澳門元，就投得呢個博彩專營權嘅。當時國內戰雲密布，冇人知道澳門會受到乜嘢影響，所以投賭牌嘅人都唔敢博大。
相對上嚟講，傅老榕傅生同埋高可寧高先生咧，佢哋兩個就睇好，就覺得澳門應該要淪陷咧都冇咁快。但係諗唔到真係俾佢哋搏到，澳門係唯一冇淪陷嘅地方。就由於佢係唯一冇淪陷嘅地方咧，就賭博業特別繁榮啊。點解咧？就係發國難財人好多嘛。我今日都唔知聽日事，咁個走澳門玩咯。傅老榕喺內地經營過賭業，而高可寧就以喺香港同澳門廣開當鋪而聞名。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咧香港要開銀行喺澳門開銀行係非常之困難嘅，所以好多時候咧現金周轉啊，就往往通過當鋪，於是兩個咪一拍即合，咁再加上佢出到180萬一年嘅賭博稅，事實上喺當時嚟講，亦冇人能夠同佢競爭咯。泰興公司取得專營嘅賭牌之後，一做就做咗25年。喺呢個期間，發生過唔少傳奇故事。欲知詳情，請留意下一節。傅老榕同高可寧投得澳門賭博專營權之後，買咗1928年興建嘅6層樓高嘅中央酒店作為大本營，將樓下3層全數用作賭場。當時一開嘅時候，因為佢係澳門唯一一間有 lift 啊，電梯上嘅啊，咁裏邊啊呢個樓上咧亦都有呢個7重天啊、茶樓啊咁啊。哇！聽講當時花費咗連續1個多禮拜7日到10日裏邊咧，日日都排滿隊啊！啲人就係澳門人啊、香港人都過嚟排隊，就係坐 lift。其實就想坐下 lift 啫，坐下個電梯。咁裏邊咧就分好多層次，好多嘢嘅，係有賭場啦，有酒店啦，有酒樓啦，又有甚至係電影院都有。係一個綜合性嘅娛樂嘅大廈。為咗向賭客提供更多留宿嘅地方，傅老榕提出一個近乎荒謬嘅設想，就係喺6層嘅中央酒店上邊加建5層，並且改名做新中央酒店。當時揾咗香港有好有名嘅建築師去設計，但係拎到葡國政府嘅時候咧，當時係唔批准嘅，就覺得太危險。但係咧，佢又好厲害到咩地方咧？呢位香港建築師咧，係將整個案件咧，就將個建築圖則就抽咗下邊啲牆啊，同埋抽空咗上面啲牆壁，同埋上面嗰6層咧，就用咗好特殊嘅方式，用咗好輕嘅材料去起，即係計算出嚟之後咧，就證明呢等樓咧，即使6層加到11層咧，都係完全冇安全問題嘅。就呢單案件咧，後來一直係打到葡京里斯本嘅，咁最後係葡國法庭就判咗咧，就泰興娛樂有限公司勝訴。呢件事令到新中央酒店聲名鵲起，好多人慕名而嚟，大大促進賭場嘅生意。事實證明，傅老榕嘅設想並唔係天方夜譚。到今日為止，新中央酒店仲穩固咁屹立喺澳門新馬路中央，並且仲繼續營業。傅老榕喺內地開賭嘅時候，結識咗一個精通各種賭術嘅人，佢叫做葉漢。佢將葉漢拉入泰興公司，主管式寶部。葉漢咧好早出嚟揾食噶，10零歲咧就喺賭場嗰度咧，呢個會好活躍，而且好聽講係好叻噶。佢仲識聽嗰啲聽色可以判斷幾多點咁咧好多時咧都呢個贏賭親都贏。有一次，新中央酒店嚟咗一班識聽色嘅賭客，連續幾日喺賭場贏走一大筆錢，冇人睇得出佢哋用咩技法。葉漢知道之後親自出馬，好快就睇得出呢班人係會聽色嘅聽色黨。咁聽講佢又來想辦法啦，就喺個碗度咧就墊一塊絨布裏邊，咁啊變咗冇聲咧，一搖咗聲，一吸住個鐘唔會有聲啦，咁啊破咗個聽色黨。呢件事令到葉漢喺行內名聲大振，賭聖之名逐漸傳開。葉漢本來期待
傅老榕會大大賞識或者提拔佢，但係事與願違，傅老榕唔單止冇賞識提拔佢，反而將佢打發去越南開賭場。葉漢最早係幫傅老榕做嘢嘅，後來就鬧反咗，去咗越南開賭場。就由於喺越南開賭場就識咗韓新嘅父親，再通過呢隻關係識咗韓新，成為未來嘅合作伙伴嘅，係咁嘅。咁當然傅老榕當年趕嚟葉漢走都諗唔到，就最後葉漢會成為佢最大嘅敵人嘅。傅老榕篤信佛教，每日都會去觀音廟拜觀音。佢又中意抽大煙，所以喺觀音堂裏邊專門設咗一個抽煙室。咁佢每日咧到晏晝咧就去嗰度呢個食鴉片啊，同打牙鉸啊，消遣啊。咁你嗰日咧夏天嗰日呢個臨近傍晚啦，天黑啦，佢仲喺度食鴉片喺度休息嘅時候咧，突然有7個人就衝入嚟咁就將傅老榕就綁架咗。綁匪提出要贖金900萬元，傅老榕久經江湖，知道綁匪想要錢就唔會要佢嘅命，所以根本冇理會。佢嘅家人因為收唔到傅老榕嘅指示，亦遲遲未有回覆。但係綁匪好緊張，見咁耐都10幾日都冇聲音冇回覆後來你又同傅老榕嘅屋企呢個傾，但係傅屋企唔睬咁於是咧啲綁匪咧就用毒辣手段啦就用個鉸剪將傅老榕耳仔就剪一忽肉耳朵嗰度剪一忽肉剪嘅時候咧就揾啲石灰血淋淋㗎剪落嚟流血㗎咁揾啲石灰摸呢個黏住佢醃住佢咁然後放喺信封裏就寄俾傅老榕屋企。呢個時候傅老榕嘅屋企人先至緊張起嚟，但係900萬喺當時可以話得係天文數字。傅老榕唔喺度，佢哋唔可能籌足呢一筆錢，於是只有揾傅老榕嘅好朋友，首任澳門特首何厚鏵嘅父親，當時澳門嘅華人代表何賢先生幫手。何賢呢係黑白兩道都通嘅人物，其實佢都估到係邊個做嘅，最終都係交到一啲贖款但係贖款到手嘅時候，傅老榕嘅耳仔已經俾人割咗㗎。何賢此人平日喜歡仗義疏財，廣交朋友。澳門嘅華人勢力之間出現糾紛，好多時都會揾佢去疏通解決。佢亦不惜自己貼錢幫人。據有關書籍記載，何賢為傅家同綁匪講價，最後將贖金降至到50萬放人。事後警方破咗呢單案，綁匪如數捉獲收監。比何賢年長好多嘅傅老榕，自此就更敬重何賢。葉漢喺傅老榕手下得唔到重用，最後跳咗出嚟自立門戶。佢自是開賭，冇人熟得過佢，所以澳門幾次賭博專營續牌嘅時候，佢都出嚟同傅老榕爭。有一次佢嘅出價同傅老榕相同，但係賭牌仍然判咗俾傅老榕。澳葡政府解釋話，相關嘅法例定明，如果出價相同，原經營者有優先。葉漢雖然喺賭界冇人唔識，但係喺澳門並冇交到幾多個葡國朋友，更加唔識葡文。佢對於澳葡政府嘅解釋雖然有疑惑，但係就冇辦法證實。後來葉漢結識咗何鴻燊嘅姐夫葉德利，呢個葉德利精通多國語言，喺中葡圈子裏邊有眾多朋友。葉德利通過葡國政府嘅關係，了解到只有葡籍人先至可以競投賭牌嘅法例，而冇原經營者優先嘅法例。葉漢嘅失敗，主要因為佢並唔係葡籍人士。結果發覺咧，原來博彩地內並冇咁嘅意思，而係原來將合約亦冇講到話你有優先權。葉德利於是想到咗何鴻燊。何鴻燊嘅太太係葡國人，以佢嘅身份去競投賭牌完全冇問題。呢個時候發生咗兩件事。第一件事係1960年傅老榕過身，第二件事係新任澳督馬濟時上任。呢兩件事對澳門嘅賭權轉換產生咗重大影響。
主要同當時咧就係舊嘅澳督走咗，嚟一位新嘅澳督叫馬濟時。馬濟時後來私下咧就派人去查，就發覺咧以當時呢個泰興娛樂有限公司所賺嘅錢，佢唔應該交咁少稅嘅。有冇可能中間有啲瞞稅或者其他嘅問題呢？有冇可能中間管理上有啲弊端呢？於是喺馬濟時主持嘅嗰次嘅賭權嘅競投方面呢，就比以前嚟講就相對上就公平咗好多。馬濟時研究咗澳門嘅地理環境同經濟結構之後，向葡萄牙報告，要求將旅遊博彩業正式列為澳門經濟發展嘅支柱同龍頭。得到葡國政府嘅認可，佢因此大刀闊斧咁整頓原來嘅博彩業存在弊端，希望引入嘅新財團打破原來嘅壟斷局面。喺葉德利嘅撮合下，1961年，何鴻燊、霍英東、葉德利同葉漢四人組成咗新集團，一舉從傅老榕同高可寧家族手上奪得博彩業專營權，從此澳門賭業揭開咗新嘅一頁。奪得新賭權嘅澳門娛樂有限公司就面臨嚴峻挑戰，有人威脅澳門娛樂公司喺邊度開場就喺邊度放炸彈放火燒。咁喺開業嘅時候，一班爛身爛世嘅乞兒坐喺門口度乞錢。年輕氣盛嘅韓燊點樣化解危機，成為新一代賭王？請繼續留意收睇下一集《一代賭王》。接落嚟係播映《台灣好味道2》，請繼續欣賞。